Primacy.
这个人家啥日子吼，我拄则迄个麦克风袂记收音，我看卖，我拄则自头到尾拢无收着音，因为我拄则甲麦克固紧起来。好，来，明仔载来读日人家啥日子吼，我是讲 Clubhouse 遮啦吼。以后礼拜日的即个时间，我可能变成我当然我迄边的人爱招到就影啦。我本来只招着一个尔吼。人招到，我就要开始开课吼。对 IU 我开始教起，但是，我毋知呢，我毋知教了我家己会就 frustrated 的。我毋知，我无介清楚，尤其是我若因为我迄边其实迄边吼，我迄阵开即个 group 时，其实内底有美国人有兴趣参与的吼，所以若当牵教出一个美国人有法度讲台语，我就感觉这是我足大的成就感嘛吼。当然目的毋是讲要牵教外国人尔啦吼，是要教迄寡母语是华语或者是英语的台湾的少年一稳，尤其是母语是华语或者是英语吼，要安怎互因有法度甲台语捡转来吼，捡转来而且讲啊足认真，讲啊有法度用台语去思考吼。这是我一世人的事业啦吼，可能上帝敢若派我做即个事工尔，无别项啊，就是即项事工来做好安尼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咱明仔载再过来读日人啥日子，感谢各位吼，好。感谢阿官，感谢大家。风骚味是不会很强。